迄事厂伫2021年进行公投结果是无同意停放。今仔日考寮的民众、有环保团体参立委开记者会，因呼吁中央就要撤销迄事厂的核能用地，或在地民众唔免阁惊迄事厂会阁重新来启用，这个土地嘛通阁再利用。撤销核四核能用地。 自2021年核四中判公投无通过了后，踮伫咧新北市康仔寮的核四发电厂要安怎处理，一直受各界讨论。10个环保团体在地民众参立委召开记者会，诉求中央要按照土地征收条例撤销核四厂的核能用地。这个就是那个坑子内溪，坑子内溪，你看核四在这边非常近，这个是。 饮用水水质保护区的资料。核四厂在1999年的3月取得建造执照后，它虽然经过3次的展延，但它的建厂执照已经在2020年12月31号届期失效，它是没有办法无照续建的应该是必须要废止征收，而且应该要去通知土地所有权人于一定期间内缴清应缴纳的价额，然后发还土地。 环保团体指出，公投的效力只有2年，呼吁执政党若是要真正拒绝核四厂，就应该趁现主时赶紧撤销核四厂的核能用地。在场也有民进党加时代力量的立委到场支持。像我们一方面又要在这边发展观光，对不对？可是核四却又带来这么大的禁制区，好，让地方各种建设没有办法发展，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矛盾的事情。赶快来撤销核四的核能用地，来保护大台北的水源，也能够让地方的发展、国家减碳的经济政策能够有效的来达成。环保团体表示，因会搁再向内政部提交文件，希望撤销核四的核能用地，通予在地民众有一个安心的居住环境。这块土地也通利用发展其他的在地产业。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。